讲到咱台湾各地头拢人口老化、少囝化的问题，亲像台南后学期呢，就4间国小的分校确定要停办，学生到时就要刷登去本校上课。那这本地分校空间要安怎来运用呢？地方是呼吁政府爱互因当做活动中心来使用，教育局是回应讲会用任用的方式来运作，因也会含各单位集结了后来做评估。 上课时间，校园内空荡荡，教室内嘛无看到囡仔的人影。这是台南北门国小育湖分校，这间学校6年毕业，剩10个学生，这阵拢刷转去本校咧上课啊。后学期开始才正式要停办。在地住户话声，北门区10个里，敢若因无活动中心，唔忙通甲这活化。教育局讲，教室开放互人利用，强调袂互环境拍远去。无紧是熟悉的问题嘛吼，阮都既然已经停办啊。 就用，咱就这个土地卖当荒废掉。不管是社区有这个高龄教育的需求，还是讲有这个社区大学等等，拢会当做这个社会教育来使用。咱各局处若有这个需求，吼，这个规划，哦，也是咱这个社区所在的里啦，吼，拢有当提出这个。 需求出来。唔敢若北门国小、育湖分校、后营、六家甲龙家国小的分校，计共4间学校拢并入本校上课。有校长指出，本只分校一个班级无够5个人，学生无啥物伴通作为学习。学校认为合并对囡仔帮助真大，变得比较开心，因为同学的话就会比较多。虽然以前在分校的时候，也可以跟隔壁班的学长学姐们一起玩，但是这边的人比较多，可以比较团体。分校的囡仔来讲，我感觉因有加较侪资源。 加较侪老师，加较侪人来甲因关心，同重要是人际关系大家的互动。我觉这囡仔来讲，这是足大的帮助。各地少子化有偌尔严重？根据统计，在后学期国小的新生人数降到剩14000个，比去年减800多人。地方望政府要赶紧提出相关的应用政策，才通甲危机变作转机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